呀呀，各位聽眾，歡迎你能夠再到嚟俾你學嘅節目。出嚟呢一拜咧，我能夠對嚟講，頂個月嘅事啊，吉頓，即係拜買落得頓啊。哦，佢係說差唔多6點鐘啊。我哦，袂啷做隻物件，現點嘅人啊，甲第八夾邊，我袂啷倒下手做隻物件。但是講攏去邊咧學見到，佢咪網頁啦。當今啊，你去看伊個網頁嘅內邊，迄個咪咕嘅 rating 嘅，你看會到。但是你看會到來講，我到底我電話會看會到，特別我到底我 computer 會看袂到，我要看人到底看會到迄個咪咕一粒嘅。我有咪咕，哈？你 rating 啊？你笑咩？你咩咩？你是裝？人殺啦，哦，人殺啊！人殺歡迎你。不，啊，我要看人看到咪咕。I think 我 because 我過 set 過 something 做無上啊嚇，伊個咪咕就炸了，咪咕就炸掉。當看到是甲我 report 就甲我講就。歡迎各位特別嘉賓來到本來學嘅節目嘅現場聽眾，甲聽本來學嘅錄音嘅聽眾，有無想辦法聽本來學嘅啊？介紹即都是當禮拜就使聽即個錄禮拜我就放新嘅節目，我就來聽咯。啊，即係人到啲做工當然聽掉咯，然後他個唔加笑啊，暗笑，驚你朋友講都是笑嘅咯，然後แล้วก็有啲人咧就是自己聽現場咧，浪在唔在人家聽現場咧，就是講你 subscribe to youtube.com/本來學緊 podcast 啊，你對收聽，你對YouTube 對通知你，現場較好，現場較好。做咩是現場較好咧？個老早啊！因為來講，你無聽現場啦，來聽嘅時，你入必放嘅時咧，你來等我3禮拜嘅。你睇等，你無通講係，你是講無通。3禮拜。我但是你聽了下，你無記現條係你愛印下，你印袂到。啊！你就係咪講？哎呀，我咪講咧，冇人聽電話講哎呀，咧。你俾嚟參加我啦，現場咧，我就係去本來學緊 .com/join，就再講按怎參加本來學緊 .com/join。啊，我未俾本來學嘅 T-shirt 個攤俾過啦，都有會過啊。會使去本來百位買啊。定住我對其實乜比較濟條呢？你我美國嘅聽講叫我買對海人說，就是本來百位買跟住條嘅 T-shirt，真係好在冇條 tax。然後讓是愛隻 T-shirt 咧，本來好嘅 T-shirt 內 design 一個個另外自己寫啲 e-card，把你 show 嘅時候個 show 都冇講嘅 shirt。啊，當今零天一所特別晴領衫啦，頂面我拍起條紅紅。這裏然後特別嘉賓咧是老焦。阿涵，歡迎阿涵。你估冇對嚟啊？嗬，定當時冇趁 join 就玩定就你定季節做。係咯，因為有人來，有人來，有人來看我。แล้วก็มีไทยบ้า歡迎มีไทยบ้า Hello，大家好。มีไทยบ้าก็怪鼻水，歡迎怪鼻水，怪鼻水，怪鼻水。怪鼻水，走去啊！แล้วก็ลังสัตบ่ลังสัต歡迎บ่ลังสัตHello，大家好。好，我見即個店咩啊？我時都啲樓下 lobby 時在亂。無當然到厝咧，無到落去啊。哇！安真好勢到厝啊！你特別你厝唔是較亂，你走嚟樓下。當然無咧亂咧。哦，你掛人走㗎啦OK，這禮拜我咪講換點聲，我讀換啲是換點聲，換點聲，咱攏知換點聲，咱講成個幾多行啦？我是想講，你我咪是我講換點聲咧，你成日你背，你坐飛機你去旅行啊，是去外國啊，然後你時你背咧，你點聲一對 time zone 無相去嘅啦嘛，所以你安怎你經驗是安怎？一個有啲人對啲成個美國啊，對啲Australia 啊、澳洲
是澳洲还是澳洲澳洲的啊？会有换点写本的嘛？诶，咱当其他人是到咯，怪比算是到边嚟哦？哎，对呀，啊，比台北到边嚟哦？啊，对啊，邊啲冇，咱冇話點寫，特別我會記定當時啊，估只估只細漢時不換嘅點寫知道。啊，當丁浪少年你知啊，冇人殺你幾回，你知哦，你記哦。定當咱話點寫時，馬來西亞。換羅頭一應該是換羅刀哦，攞刀先啊。我唔知，我唔知啊，唔知幾年啊。喂，一刀我會記是，一刀我會記換啊，我會記嗰隻。就講啦，哇！這第一頭整，我點先啊？當我咁樣話成個就特別呢。6點半點先冇安尼關嘛。你過啊6點9嘅字，又是6點半，可能就較關啊嘛。所以因為點先是已經換啦，佢差6點半先暗嘅。哦，that means 咱是換做較快啊，較快去，呀。不，那是講沙巴嘅沙拉瓦咧5點半過較關成日 bright 咗。一定到時是沙巴กับ沙拉瓦กับ咱點先無相嘅嚇，然後後尾咱橋都係相嘅，是唔是嚇？是，我人超甲伊人相。咱對人啊。我係爸嘅媽講，我係爸甲我，是，無人識啦，無比台北你記哦啫。我唔知有這個書。小細漢啦，係嘛？你點寫一落來就係，你唔知講咱把抄佢點寫過啦。我唔知，我未曉。不過你 OK 啦，當然成講啊，就背記了 time zone 換成。讓經驗上咗。no OK， so 特別我是 Can you ring my Skype for change time 特別OK， 等陣有人會 call 你。冠水冠要參加咱到啲澳洲本嘅冠水冠到啲，你把冠水冠咯嚇，阿涵。八。我介紹你可能。Nice。冠水冠是澳洲本嘅特別一到啲Melbourne。我咪是啲 Melbourne。OK， 對啊，我想你到 Sydney， 你是澳洲中到啲 Sydney 嚇。冠水冠歡迎。Hi John, how are you? Good. 冠水冠啊，我要介紹你一個邊啲福建嘅老椒本啊，伊名叫阿涵，你知阿涵哦？哦，聽過伊名叫。阿涵到伊從Melbourne本。阿涵到Melbourne本。Okay. Hey, how are you, Han? Oh, good. 我當經啲 Monash 讀冊，我啲 Clayton 大。Oh, that's not too far. Clayton. Yeah, I'll be there next Saturday. Oh, okay, cool. 冠水冠頂到時我是拄到伊特別人，拄到伊個。對，該歡喜啊咯！我去食點心該快呢，特別。請講。But at least I can see you. 特別係啦，你個翕照影，個睇看隻個睇。對，我看人到咗，我想講，就看啱人嘅人到就過。你朋友都是看。冇啦，即係我朋友真係看，你再個就看，你把到就看。我想你講定住到啲你朋友唔是到車去困啊？即係困啊，因為嗰時 jet lag just arrived， so that's why 都聽唔出來。對。我是咪講 jet lag， 我就是咪講 jet lag 咯。講咱飛機嘅時候 jet lag 啊，咱安怎換點聲咧？是咱嘅身軀成小氣。是咯，梗係傳，但係Melbourne 跟Malaysia 成3點鐘嘛。So even that 我諗冇 feel 到講嘅點鐘 different， 真係강구嘅喎。哎呀，我俾個波，你知我係강구成咗。你講你강구成咧，我夾夾講我係강구，係咪講？你 start 先，你 start 你講。哦 ，OK， 我 start 先，其實係咪說話出佢未聽咯？人哋當今晚甲馬來西亞清查美國，甲馬來西亞清查14點鐘啊！所以我早起成個浪9點，馬來西亞9點啊未曉，我正是早起7點啦。頂到後尾我點先嘅時咧是8點啦，我早起8點，所以我才夾困1點鐘啊！即個名真揸車，當今我本來學嘅錄音啊，哎呦，until summer 特別7點早起特別車啊！對。
特別見到為了邊咧學見，然後就歡喜。你個早困淡薄咯。佢早佢唔想嘅，早起我成日未請啦，我早是暗講，我唔是暗講。我嗰陣時，我冇講暗講，即係我嗰時我會早困，我是我早起，我暗暝我其實11點啊，10點幾會困嘅。特別早起嘅請我唔是未請喎。早 So 起 because 早睡早關起係 body clock。啊，我係 body clock 啊，naturally 你學我請是一個，咪叫咪係 alarm clock，maybe 一個8點8點幾7點幾8點咧。主人車。嚇，定到少人時確實，定到啊主人請是幾點啊？12點半。我知道困個阿媽講，喂，你拍卡吹啊，就拍唔係他拍卡吹啊。之後卡吹。對。OK，你一路講到完真係咪是冇想？我講過啊 ，because 嗱，我諗12點嘅時 lunch time，喺 Malaysia 10點，冇啊，咪講下你，我想我是9點我 start 我開車時，然後拍電話8點幾我開車，你拍電話追去 Malaysia，哎呀9點幾我唔車了，然後我是講我9點正 different 嘅時，我8點幾拍6點幾有人車啊嘛，所以才講話，所以我是咁啊，哎呀前日3點正，所以我6點嘅時拍電話去啊3點，哦，因為冇影啊，要出去，所以其實9點鐘嘅時冇 feel 到 any bit different，但3點鐘我每見一人，我 friend 見一個講我講，有時咁嘅拍電話對佢講過，你吹人我吹唔到，so 我講 but in this day is good convenient because 佢幫人哋 call through 嚟，但如果你 call handphone Skype 或 apps WeChat，所以我講方便真濟，我唔特別冇想 because 有時我咪困人冇車啊，對，冇想感覺個對啊。是咯，我咪是我對數是本上嚟看。你有時講看戲啊，看 live 啊，你 TV box 啊，哎呦，咁古咯，本身一黑邊8點早起，我10點肯看咯，看個有時6集嘛，看12點，然後白露半夜8點早嘛是我11點，我看6集看個半夜1點，看我咪看咯。我人咪是要落，本來學嘅錄音咪是有人冇想點聲啊人啊，我是坎坷嘅。定當時我落有當時是拜個咩落，就是個人拜6早起咯。特別有人會來成個日本錄音，定當是個拜6早起錄音嘛。特別哇，當時點聲錄啦，到底馬來西亞人較濟人是較啱。拜6做工有人，拜6人做工，你個早起車啊，我起來早起車較埋哦。而家咪擼嚟熬。阿漢擼安怎對我點先？我當今真暑假 daylight savings time，因為8點了嚇，嗰時 longer daylight 呀。個攰個攰個7點半是個攰個，4點半是第一攰嘅當今。summer 嘅樹所以 daylight 較長，所以較舒服。特別講我好歹 because 我是感覺到Malaysia because I feel like home， 我估計是上厝一隻嘛 Malaysia， 所以感覺강구。然後對我真係嚟個長啊，我是我尋晚你不讓去evening walk，行到6點7點行到9點對個 still very bright sometimes。所以還是講上 winter 呢，你5點真係暗路강구 because唔是 daylight saving 嘛。誒，等陣攞咗我對我 Snapchat 啊嚇 ，Snapchat 嚟啊！我講流冷啊，你哋教我 airdrop 掉，我未曉用 airdrop， 係嘅事啊！冇，我是講我頂早會啊，我放工嘅時我想，你在放工嘅時候，你若是放工啊，你感覺到出去搞出去個，好似個有關個啊，個日頭個，你感覺到講哦，你個做在這項物件個 after 放工， That's right，你行放工，你行出去個哈，當今暗嘅啊！哎呦，個成日個 depressing 啊，成個哎 down 呢對。早會我把 Snapchat 講so sad so dark。like the day is going to end straight away. So when you come out so bright, 我哋歡喜。我自己講就死。John 都歡喜啊，比見唔到呢打呢字。我早會去 Q Beach 啊，7點我4點幾5點較到，所以我 It's very bright, yeah。係咪4點幾5點幾到咯？
個 beach，Brighton beach。哦，你嚟咩本啊？我坐落去。我5點較到海邊，都嘛是暗暗了啦，我冇啊。John 啲先嚟咩本？唔知個啊，但因為我個嘅many trip already book 了，我個你講我你 scouting 嘛 many。哦。so many 我對。對邊年啊？對邊年。แล้ว我對邊年啊？幾時幾月？我是76月尾加6月尾對到7月差唔多中咧。哇，幾歡喜，但你對。我小我不得嘅啦，然後4考試啊，咪咯？嚇，係咪4考試？你對比劍人講4考試，我聽朋友講。我定住 election 過嘅是去小隻嘅，當今冇得講啦，但係都對4考試入邊。咪咯，我知3考3，我係歡喜有。誒，嗰啲攞3考2，我冇得看了。我就歡喜啦。還沒上過 part time 啊，他no 報 part time 做 part time 嘛？哎呦，我除咗3個月啦，就我一來搞我就除。你唔是要去迄個一咩啊？迄個，誒咁配來啊！你唔是要去迄個你咩去啊？講唔就係馬來西亞 food 嘅。Papa Rich 啊，Papa Rich 做啊，Papa Rich 做啦。你個唔叫 Papa Rich？我因為你食個了一副了。你胖起是哦，按照我半地落地在哪呢？哦，這個食去啊。當你頭家頭家聽到唔敢請伊對唔對？所以阿種拍拍人名聲。啊，係咩嘢？我嗰陣講起 Papa Rich 頭家都聽了，變你福建，本嚟要請阿漢嘅聽，你可講唔敢請了。佢拍拍阿漢嘅名聲。阿漢你講咩？我冇聽到啦嘛。我係迄個 application form 寫 whatever it is, I am not 照顧漢 on 邊嚟福建。未試啊！未過嚟冇做更事，你話邊嚟福建錄音先啊？Because 拍拍名聲嘛，你頭家可能會曉聽福建話，聽你節目唔敢請伊嘛。金佩，對，金佩，歡迎。Hello， 你把你話點聲嚇？你困聽呢？我愛困了。呀，嚟，好你講聲。嚇？冇我就誒年咧，我 anytime 我困了就講聲。哦，冇我俾問你，話點聲咯？嗱，你有嚇經驗過話點聲？咱同馬來西亞是冇話點聲。你會記定到嗰陣嘅時候，咱咪話點聲就對你沙巴係帶咩叫？話點，你是講蝦米？話點聲是 time zone 是哦。嚇！我捌學過啦 ，NZ 嘅事啦，馬來西亞冇，我唔知。啊，對，你到對，紐西蘭讀冊數對。啊。紐西蘭。嚇對。了，你睇咩讀冊是按照你time zone 冇上啊？你按照空考冇上啊？咋？冇喎。攏清楚幾點鐘？3點鐘啊？4點鐘冇。5點鐘。哦。哦。紐西蘭嗰辦 Australia 1點鐘嘅。哦，I see。有，那是冇 daylight saving 到4點鐘啦，喺 Australia。with daylight saving 到是3點鐘啊。Yeah, okay. Sorry, Australia depends on the different part 喎。像你譬如 Brisbane，跟馬來西亞先差是2點鐘英文嘅。哦 ，because it. 然後 Melbourne、Sydney。I think Canberra also the same。是 winter 是差2點鐘跟馬來西亞，然後快比馬來西亞快2點鐘，然後 summer 是快3點鐘。OK，咱嚟講，咱個機動啲大條嘅國家裏面，呢個國家裏面有咗一個 time zone，有一個就是冇上嘅點聲嘅區。我 interesting 啫，唔會研究過。我就係講女朋友嘅話，because 我是 call 嘢事。你講，我報住，我唔會報，都報住幾仔嚟嘅，因為我辦到時點整都未記啊，哦，對啊。意思，我朋友是我朋友就是萬光。啊，我是嗰邊咧學傾白嘢嘛，白嘢俾好朋友嚟，咪嗰陣時我help 伊help我嘛。
So that's a right. Thank you, John. 做红娘我只邊咧學看見刷。邊咧學見真夠看山咋，邊咧學見這朋友本是邊咧學見目掉對唔對咁配？大電啊！真也大。I missed that opportunity to have a dinner with you in Hai Boi. Hello. I went to Hai Boi straight away. I arrived Penang. Got legit. 哦。I was supposed to work with a friend. Got me alam but Hai Boi but because the time different and you busy, he busy, everything. So we'll work up. I go hope next round. Hope that. 唔知第時啦，你 July 對佢是，你可能冇計個人嘛。係啦，知道冇，到2018啦。Family affair。對。但我買好了，我當佢有 PTSD 呢。係咪 PTSD？嗰個係冇得起。特別吧，見到你看到我笑應哦。我會 post 過，但係小英我會 post 過，就是好啊。我看到。毛毛菇好啊，個了伊小英啊，我冇睇彈，係只看你小英個在哦。你查某迄小英名咩去啊咩哈？毛毛菇想我冇睇彈過。伊應該是當時講係 Simon。我講係 Simon 嚇，別記，我毛毛菇家己嘅小英我伊好我了，所以我被 post 出嚟咯，了等毛毛菇來時我個 post 過。喂，你知唔知我日對嚟我 online 嘅，我咪知曝光嘅，我唔知曝光，我 online 嘅一卡機啊，我靠過人，日對嚟 online 錄起啊，嚇，能見得佢黏啦，係啦，但我特別冇破啦，我 online 錄落粒錄起，而家都知道喂，垃圾出數啊，嚇啊，試下錄起。等陣，我今日問看哈，你咩咪？普尼昂咩咪？你聽到？聽到。哦，阿 boy，唔係阿 boy 有啊，你真係佢變靚男嘛？咩阿 boy？阿 boy 有人名去啊？小鬼啊！嚇，我冇咁名喎。唔要見到你話何路咯，你知啦，何路啊是最好嘅名嘛。我知啊，你何倫嘅名。我何路講很正常，我看到都係梅路先叫普尼哦。OK。真係換名。普尼。你把你鬼胡換掉。咁樣換 ，before 我掉。把你I will set as a form as a jelly， 就可以 change the shape 掉。當然未啊，肯定是未啊。แล้วก็就是個接來，日本驚來啊。係咪數到未啊？有啲人講啊，日本嘅大節啊，欺負我咧。嚇，做咩數到玻璃？日本嘅。你冇聲。大擺啊，物件要踢我阿喊。我都看聲了啊。是啊。一隻咪好了。阿喊佢等真係好食嘅喎。哦，哈。真係 restaurant 開掉咧。我早去馬路卡去 Hardware Society 食呢。All the way to the city to eat Hardware Society in long queue。哦，等8點鐘哦。哇！未等我去到去幾筆錢才食。仲有啊，苗本物件真啊好食，無流路嘅。貴呢啦。冇講貴，你講貴，講老實一句啦，你馬來西亞把路辦機哦。唔知。你食碗一碗無聊4個 ringgit， 講啦一個確實澳紙啦。我後時候講食一碗一部巴，因為食3碗4碗嘅巴嗰邊咧，如果就一碗 Melbourne 嘅 standard，Melbourne 嗰個好大海大咪咋？條文。So it's different quality. We are comparing quality and quantity or what? You have to go apple to apple. Malaysia 冇 standard 嘅嘢 food，咁了 just 人就講啊，咁了人啊，唔係人嘅心啊，為咗貪累啊，唔知亂煮 portion 少個表緊，都無聊，兩心多到咯。Sorry 哈，學個 food 嚟諗啲咩話了。你把對人家學個 food 人佢就灌水管啦，依家超女點都成。冇講老實吧，人嘅心是貪樣，貪一想貪濟，但係冇講。And try to understand the consumer. You help people to be
gain healthy lifestyle。邊咧只物件無菜，你買麵，你係豆嘅係幾條，無菜。So it's not healthy. All it's just rubbish. 特別別使喎，我只係我有物件伊 recipe 是安尼嘛，你別加菜咪是歹去。無啦，你想只學緊麵，你想係乾工嗬，你叫乾工嗬。啊對，英菜。會打有係嚇，會打有係，會打無係，但係無係 because 淡本嘛，你嘅係物件。誒，紅乾哥是唔是叫英菜啊？是。我驚就講啊。幾乎英菜。嚇，對，英菜對。誒，你有諗過見過隻菜叫做白洋菜，興菜。啊，興菜是白洋菜啊。我本身是無嗬。我只估冇食到白洋菜啊咯。你搞掂？你搞掂嚟啊？喂，你諗講是咩話題？我想講是話題咁聲嘅話題。sorry，話題聲我去鋪咯。所以嗱，佢講得你。邊咧學見特接本講隻物件啊嘛。對啦，特別啊，即係試當話題聲嘅問題啊，是我都想講唔，我收到唔到嘅點聲啦，我想講2點，這邊英國嘅點聲2點 start 啊，所以我起菜點啦，我把對來啦，我彈落嚟。你為 Google 嘅就有一個 notification 啊。講 start 了，哎呀，我關個關先。對來。唔要緊，個只一點聲個。誒，冇。你去話啥？你去話啥？你睇聽個道理咪。OK。我知道嘛，都對英國條門啊，對佢別入邊。我冇看到到伊，我係聽講話講，即 this man is very interesting 啊，got a chance have to meet him, but this time because我呢邊咧，我兩禮拜所以冇很食好了。我們知道只日本人特別冇只冇食，我只冇夾點食只嗰只唔夾冇只掉個。誒，但係咪講只？飯都 OK 啊，會。飯都 OK 啦，thank you。That's good to know。我背到你講你話點先啊？嗰個就是是唔是拍清 boy 啲人別嚇？歡迎啲人別。誒金培有冇你講了金培？講咗未？你去New Zealand 時候話點先有蝦米冇上嘅經驗？成講你有 jet lag 啊，還是你話點先是成個講summer還是fall 時話點先是有你有蝦米物件告訴講啊？我不知道，我未見話點先，我睇到話對係點樣啊？都並在啲6點嘅嚇死我係嘛？就蝦米 emergency 啊？嚇！我咪說你咋考對係？我講咋咩？我正正餓咯，點解你哋定幾點喎？我講我這邊是差不多1點幾到2點，我這6點呢。哇！你快講啊！好了，我有當時特別拍電話，我等陣時我特別拍電話講埋講咯。當件事情差幾點正啊？別記起嘛，有得是。是啊。แล้วเราจะเลยต้องมาขอที่จะเลยพูดเนี่ยแล้ว講รู้咩咩咩Skype我未弄啊，做咩事？我 copy 掉你人嘅嚇。你到啲 Skype 嘛？你到咩去 Google Plus 你計看到 Google Plus 啊？OK，我 try 看啊。佢去 Google Plus 我看 full 啦未啊？等陣我再看 Google Plus。我去18哈。OK，快點到啲嚟。你要 join Google Plus， 你 Google Hangout 係咪嘅？我都夠好笑，我開條 YouTube 嘅 live，有直接看路啦。特別一般人冇嚇。裏邊7個人，過接個。7個人，一報告啊，就是他媽個報告一本件。我哋是驚報檢對，唔是算怪別算。怪別算要做 producer。Testing 1 2 3。好啦，你講掂。你講掂嚟講你話點先啊？我點先啊？我第一部時間，我前一部時間。係咪數？我baru 嚟英國時，我寫閒時，我 baru 雜誌去嚟英國嘅頭先嘅，但我
我去嘅中學啊是 boarding school 啦，喺度被困到邊嘅啦。所以我唔知哦，無半人講我聽咧，我有內個無講我聽啊。10月時伊點聲會話嘅，我都唔捌聽過。你若是細漢大漢啲馬來西亞，你都唔知人就做呢款嘅物件嘅。所以然後我不如地頭先嘅10月啊，我困起我車起來時啊，佢了暗過啊，所以我講伊先生無來叫人啊，人話了啦，了。有一個人講嘅話，困啊，點聲話了啦。然後我講，後尾當點聲話，我想佢搖滾啊。我梗係無面壁一個，我梗係 confused。我想講我想講伊幾班啊？被想講practical joke 我做我唔知啊。所以我車起來我無插伊人啊，我。驚先生嘛，所以我困起來起陣驚去換衫換衫係咪個了對啊！伊人講，Hey Tan, are you mad？ 因為我所我未明白啦，就是啊，我睇下我較關事啦，我本身冇熟覺啦 ，because 因為0天這邊嘅話點先時啊，4點就暗了。少啦，當劍講話嘛係。咱話頭先，我特別英國話頭先了個美國。對，頂到時較話，頂到時人。特別是President Bush 點先是，錄delay。對。After Halloween weekend。特別人嘅是特別是 before Halloween 嘅。特別啊，我冇暑假，我點先放工啊暗暗嘅，真 depressing 嘅。我本身就慘嘅 ，because 我請起來去做工嘅時暗，對處嘅時本是暗，所以我免看到日頭咯。冇辦法 ，winter time is always shorter for daylight。鋪娘，你聽到我未鋪娘？你叫我 call 到對，鋪娘昂啊，真嘅，你未聽到啊？I think 未聽到啊。Okay, long continue. Come, I try to connect. Actually, John, when you come my kupang in the old day, both smartphone is see 半點時係看報紙嘛。So you change your clock, 對。本是聽 radio. Something like that. You have to wait for news announcement. 然後 so 有時你無去 read news 講唔知講OK，let's say 講見病換點時嘛，就係你哋你 already appointment 12點 ，so。你被 adjust 過嚟講，我唔知。你嚟講，按照你個拍電話，你按照部嚟講，我揸掉未夠掉，咁 today is daylight saving change already。所以古邦係時不掉過 ，because 古邦冇 smartphone 嘛。你唔是講你未記講換點時，你攝落喺度，你就係講end of the month 換點時，俾你會未記掉。對，我捌吐過一道。對。我掉過，我是特別好嘅就係時講無要緊啊。因為我看啲即是 spring spring 嘅事咯。所以我人咪是我甲我一陣朋友講4人啦，我兩個3個本來朋友，然後我大波一大波。我人三人咧，就內十個我一嚟咧都未記嘅數去，我點寫啊？所以我咪是成個講要病講啦 ，OK， 咱11點就是到嚟等要食 lunch 咯。然後伊 spring time 咪是 spring forward 較快去咯，所以較快去嘅是11點，我去嘅時，我一本來嘅朋友，伊當兵等1點鐘啊。是咯。然後我三人個唔知要嘅，你個早來啊？伊講冇啊，我斷11點來啊。我講嚇，當今日你個11點啫嘛？你就係話人三人啊 ，majority 啊三人冇話點先，一人話點先啦。即係一單點先 ，so that's but one thing but look how because it's smartphone change automatic。對，點先個叫啊？少。But body clock 我都對來 straight away 啦，同 call。你可以點 iPhone 7，我接超電 Heaven，iPhone 7。水哦，你是搞？我梗係細樣子佢。有咖喱哦。我未過呀，大家嚟試。Sooner or later will happen。我了。
我梗係晒啊！攰咩我做藝㗎伊啊！誒，你問好個就係即係特級伊 double water resistant 啊，冇條索。係啦，佢一啖㗎了啊！哎呦 ，OK， OK， 佢到底另外一個人講快住人。holiday。哎，阿龍嚟啊，阿龍。Hello， 阿龍你未記哦？我欠咪 message 你啊，我講你未記。未記，我見咩 demo 嘛 ？Demo。Demonstration. Demonstration for what? 哦，伊個 president 呀。I live in Korea. 哦，講下咧，伊個走啊，咪。冇啦，我唔知真正邊有個。哦，佢係 scandal 啦。見咩有120萬人出嚟。哎呦，阿龍，你真係好打，你把你接起嚟國家咧，你俾佢 demonstrate 呀嘛？哎呦，冇做物件啊，你去邊行呢？企啊，然後排水翕照影翕 video， 很誇張冇？講的啦，用幾百萬人，百幾萬人啊，拍個男人推進他啦，對了講的啦。講下面，哇，下面哇，他個男人吱哇，什麼？他個男人推進他啦，佢幾咁樣露帶。哦，我帶男人是露帶啦。幾咁樣露帶。哦，幾度 resign 下。我諗佢做未夠 ，sorry。有時間，我諗做未夠。我未記嗬，兩個路㗎 I know, right. 或者有 special topic 做我。特別 actually 佢哋咧係講條啦，就 topic 嘛，如果講 racism 嘅時候，講到racism 學嘅話是係咩嚟？我唔知啊，我想未掉本阿龍，我是想講咱冇一個，咱是看未起白色人嘅呢。咱看未起白色人咯。阿龍，你咪講，咱講到底咪 keep 落個。我咪問啦，我點先啊？韓國我點先啊？哦，你其實換下，你是個？我一條是點先？條嘅冇變嘅。我冇車點先哦？冇車點先，特別是比馬來西亞快點先咯。哦，特別我我都嘅，所以我都嘅我朋友跟我講，等陣，咱人出點咪做 OK 使下。因為我來教啊嘛，因為我面有咩梅我 Skype 嘛，我出點嘛。當然是最點先，because 我就想我每樣我是最點先出點，你講你會點就出點啦，好 OK on，係咯，我出點等你啊，我等我自擺你啊，真係冇起來過誒，你講我都落咁貴啊嘛，我講但係你別出點啦嘛，又未記，阿 friend 講未記，講你會點就出點啦，特別伊弟弟上就講我是馬來西亞點先，哦，特別你朋友唔是到馬來西亞。伊唔是到馬來西亞。哦，你未記過你到韓國了。伊會記，伊就是未記講我快啲。清查點先。馬來西亞加香港有上點先事情。上點先。哦，做一點鐘比馬來西亞快。台灣差一點鐘。日本呢？日本跟韓國攞嚟嘅，快一點鐘。日本跟韓國嘅。香港有換點先嘅啊？冇，我都想講冇。佢都未記古早嚟記哦，咱馬來西亞咱細細係點識話佢點？嚇，對，大媽幫講句。萬得有。有咱話佢點先？半點鐘。半點鐘嗰時幾點鐘啊？I think 到啦。別啦，萬得係半點鐘。半點鐘，半點鐘。我話30鐘我話40個。20個點先？我未記講，馬來西亞、印度嘅淡個嗰時春奶做2點鐘半嘅咋？哦，就是我是講有半點鐘嘅。頂到是唔是沙巴？加沙拉瓦個人清查半點鐘。對，不過1點鐘定半點鐘我未記啊，半點鐘時候，嗰時1點鐘。我未記啦。因為咱人本地是對泰國嘅點先嘅，我會記。哦，咱是講泰國嘅點先嘅。了。泰國快樂1點鐘喎。沙巴沙拉瓦冇話，沙巴沙拉瓦冇話是咱人嘅1點鐘出來嘅，我會記咗。咱人快1點鐘去，所以咱人去1點鐘去。對，咱個保鳥上1點鐘。1點鐘啊啲。5點人4點嘅，係啦，去就是4點就叫人超去5點啦。啊，我記得一隻大條樹就哇，一啲奇怪，一啲想未通講成個叮當啊，英國點先係時，安
啊，做點先係開起隻世界轉變，我隻小胃痛我知哦。好啦，意思啊，了我個大漢嘅事，了有一個人解釋我，講是何伊人嘅 farmers 啊，伊學堂，了何伊人較濟點先做工。是安尼嘅事，所以啦，你冷天我嘅時，你話你嘅點聲，較早是較咧是正嘅點聲，人話多對去 GMT， 所以你熱天是較咧是另外嘅點聲。特別我較喜歡伊另外點聲，你知無 ？because 熱天嘅時，伊嘅點聲若是較早較 spring forward 嘅時啊，你困起嘅時就有日頭出了。แล้วบางครั้งสิจิตเท่าชุดแล้วจิตเท่าเก่าๆจับเต็มพุ่นก็กุยเอ่ะข้าสุกะแต่เป็น當今ยุโรป唔是安咯แต่เป็นโคเรีย唔是咯โคเรีย早起5點就天光嘅แต่เป็น暗暝咧6點幾7點咧天就暗咧6點幾就暗咧โคเรียรู้ลังว่าเต็มใช่บ่冇話點先掉嘅 OK 因為一 country 你寫嚟嘛所以แล้วลองไปเลยหลัง咧ไปเลยหลัง就知道了有多我点先。除了人冇定我點先噶啦，本來嘅。哦，แล้ว這邊英國啊，我較有會嘅朋友甲了講我聽啊，1950年嘅時啊，伊個大世界小拍了嘅點先啊，伊人有 double daylight savings，所以2點鐘嚇。แล้ว昨天是2點鐘，所以舊個11點嘅時個幾個，11點阿妹是個幾個。哦，哇！哈咧，咪是我真係 enjoy 咯，哈咧。你自己拉數下。哈。你知道我冇路5月去 Czech Republic 嘛？我記啱咩10點嘅時天我是幾個嘅。哈，有。爽啊！誒咯，頂到嘅時我頂到我有三隻怪，等陣我去日本嘅時，我頂到去頂到我是幾歲呢？17歲、18歲呢？我去日本旅行，隨我嘅家己人，然後我4點後，有時我是Christmas 時期嘛，我12個時，我4點啊。我去 Disneyland， แล้ว我到底裡面嘅最 right 係咪嘅出來時，我講4點嘅單係咪就出來時，我覺得曉喎，我講4點啊，未我唔知講4點啊，暗暝又天，我後來我切掉車鏡，成我未記去 meet 咗 ，because 我一點，然後我另外 cousin 我另外一點嘛，然後我講得4點嘅時佢到嚟 meet 咯。一見出來時候已經暗起，我成講伊成1點先看曬7、8點嚟啦，嚇死我！我唔捌經驗過，頭先看就是有條錯嘅。我咪是我200年去會做工嘅點先？頭一個禮拜咧，我就冇關係，我甲我係另外一個朋友，邊兩個人本嚟我白大，早起聽起來哇天貴哦，死啊未糊啊，天真一貴咯，你我唔俾人判做工嘅，天真一貴啊，我竟然白起來我未糊啦，關入去做工啊嘛，聽講啦。然後四邊嗰度叫出嚟，我都6點。是啊，冇關係。咱10點嚟試啊，後來點先是唔是差唔多像嘅嚇？你早起7點，跟你暗暝7點嘅曲你關差唔多像嘅，對唔對？差唔多像。8點鐘。我捌個看 ，because 我做 astronomy， 我特別個看點先。哦 ，OK。Kuala Lumpur 是baru sea to north latitude 啊。So 23rd June 嘅時 ，Lupin 加23rd December 8點鐘你冇上。清查啦，貴。日頭落點聲冇上，baru 8點鐘呢。特別我每日另外一個就是講，你是上一日啦，或是上一日 within 24點鐘嚇，你早起日頭出山嘅時點聲會貴啊，甲暗暝會貴。7點早起嘅7點暗暝daylight 是唔是差唔多上嘅呢？差唔多上嚇，所以特別馬來西亞較北嗰邊，所以冷天嘅時差不多12點加
8點鐘啊，較謝咩？所以我咩較謝，然後辣鬼時較嘅天光。較嘅天光8點鐘啊，12點。咱冇咩拉曬啦，咱冇咩拉曬。你別咁解，你別咁。我但是我暗呀，你就唔制了。我就是講，我就是講嘅啊，繼續講。我講話 ，especially 當天你講垃圾點咪點先啊？人放工嘛，放工啲咪你先是ทัด車啊，所以冇那個垃圾，冇那個垃圾就冇嘢。你ทัด車了，杜爛了，你都冇看到，你都冇插了。你見唔見到是啱咩？而家差啲成冇成啊，人錯都試下講。誒，你真係說我袂รู้咗，因為我係一個，我係記我係一個家己人嘅親戚，伊會驚，真夠，伊真 stress，伊到底新加坡讀冊，你在新加坡，你在新加坡誒，特別伊人 train 人讀冊，我學生啦，我知，樣真 stress 啊，真個 boss 啊，明明伊真正拍拼啦，然後伊會像遐啲啊，就是甲衝啲，一看伊會大個，伊就 set 伊alarm clock，咱知 alarm clock 伊是咱 set 定到嘅 alarm clock 是 set 7點啊6點半，伊是12點鐘嘅嘛，伊無說講早起7點嘛，是暗暝7點嘅 alarm clock，所以伊咪是開伊嘅，但一定面但一粒呢 alarm clock 咪彈啊咯，伊平時去學是6點請，係6點一直去開，แล้ว伊個困下晡時，伊就走去當對來3-4點伊困下晡，แล้ว伊個小弟人就去彈伊個alarm clock 互伊彈了。然後伊請起來時伊6點請起來，哇！伊點聲響，伊幾響啊！哇！伊請講哇沙，恐怖教嘅講安怎你講？哇！起行啊，邊邊啊！伊哇沙邊一條是要撞出去，要出門啊！你把個人做不來，企喺邊等？我哋邊咧就成我有一個亂症啦，是有鏈嘅爪嘅，你有看過啊？有鏈嘅？有鏈嘅，我係你塗骹位嘅。你整啲蛋呀？你咪對啊！我面對伊，特別我未面前有傳銷。但係未掉，你去塗骹你爪起來，你做你拔起來，你別。哦，你別 snooze 啦。嚇，你別曬多起來，你就別輕起來。比如話我無插啊，可以等啊，我困去啊。誒，但係你講亂症啊，亂症諗 clock 啊。對啊，諗 clock。我諗講冷症嘅喎。唔是腦症咩？腦症我冇乜聽過啊，腦症特別腦症唔知是唔是？冇腦症。華語。腦症唔掉咯，腦症伊唔掉咯，應該唔是咯，應該是講唔掉嘅咯，伊唔掉。哦，腦特別有人，我即係人講腦症本來我冇聽過。冷症咯，我聽過啊。冷症唔係聽過。你啲冷症笑喺度咯。你不要講啦，我常常做忙掉。譬如講啦，我早起我食7點未蛋嘛，所以7點咪蛋咯。係咯，我啲忙裏邊啊。你music 就打呢個，參掉一點先啊，一直參加少少咯。我盲掉嘅物件咧，嗬是甲 music，你講我盲掉物件是甲啲 music 有關係。係咯，我超見到你物件一直啲彈未停啊。係咯，我估冇去第喎，咁買去第喎。係咯，等夠我就我請起嚟啦，我個 realize 講哦。actually 是 real life 裏邊我係事情啲彈。嚇！我本上，我係諗落是電嘅，是 electronic 嘅，所以唔是情嚟，是嗶嗶嘅事啊。所以我啲綁掉啊，我啲做緊啲錄緊出咗啊，所以我聽到依個 cardiac monitor 啊，你講啊，所以我上口是平常嘅嘛，所以我冇 check 起嚟咯。夠我想。嚇！你真係奇怪嘅啦！你參加你會幫嘅，係咪參起來？你估真係 logic 嘅就嚇！對，參加你未看出嘅，真係奇怪嘅。有時講無正事無病嘅，話我唔知嗰時時正嘅。哦，แล้ว我咪講係咪？你講伊嘅點聲上加熱天嘅時，伊較
日頭啊長，就講日頭較長嘅點聲，你再最會拉沙無？伊是阿莫人若是轉去，阿莫人若是去馬來西亞，伊人講啊，伊個會嘅點聲真實地，伊人講啊無條啲啊，有日頭，無條啲無去。像可能點開嘅款 ，because 人大啲英國啊，伊人較關事伊個會嘅點聲，較真質長嘅，伊開慢點嘅，嚇，慢。對，咱去馬來西亞隻是點幾來蹦咁樣，你接去點啊？你接去點是有日頭，有日頭個，然後你出來啊，無條啲暗去啦，是。對，無那 gradual 啦，伊是無想慢慢來。我 actually 我對去馬來西亞時我個無啦啥咧，看我，因為我大正關係，伊會正點聲。哇！無啦，你若是無閒啊，你若是參加朋友，咁了你就無注意啦，你無感覺了。我知道咪 Bruce 講快要，伊會。我被 book ticket 啊咯。特別 sorry 啊，無變咧學嘅物件嚟，即是 family matter，特別我被對六個。講係做咩？我 excited 嘛 ，excited 嘛。你是對？嚇？你是對？你是小王嗰度。六個二十幾號？六個14號教啊，嗰時。哦，many 啊，六個啊，哎呦，我別對啊。七個咧？別，佢咧點聲是幫我嘅是幫佢點聲，我別。幫工嘅，我未。不要緊，我若是看着我啊，不要緊，會使叫我。是講我無是 organize 物件 ，because 我無。擺是可能進入嘅啊，你器材關啦，成日嘛是。誒，你是當我啊，我係進入嘅。我頂住對我去甲即個咁乜事？英國中甲伊個媽，嚴先生甲青子，去食物件是。有關嘅有一本有人來我來講話，你人聽到你笑會死啦！你人無看你本嚟真會聲啊！我聽到我笑死！icon 我點想個另外一個我點想是攞坐飛機直航嘅時，我點想咗，嗱 jet lag 係咪？港股，我第一步是就是講，start 你 start 去 4-5 city， where every city is different time zone。哦，你笑嘢，真酷。然後我舊年9月時，我先去日本，先差 I think 是我點轉入去，然後我去 Bangkok 去檳城嘅檳城是差1點鐘，然後日本嘅檳城差就是我少唔記啊，所以哇！這裡哦，你快講，太陽，爸比啊呀！冇，伊9歲了。9歲哦，嗨，乖，to be 嗰邊。哦，to be 哦。來，清茶攞點正講去什地？冇日本。但係所在無常，現在無點正，無常點聲。所以我背出去嘅時候，Melbourne 嘅 Asia 嘅檳城啊，清茶2點正。我背到嚟是 Melbourne 嘅檳城清茶3點正。所以 during the time 我去日本嘅時候，無常點聲。去 Bangkok 我對入邊咧，哇，去講嘅，係真正係無爽。辛苦，而家都食唔記得時無聲。所以成 lunch time， 我12點到咪揾只 lunch。我去個 Bangkok 啊，就是請假3點鐘嘅時講，我 lunch time 是黑餅嘅 breakfast 呢。一個在食佢咯，爆掉咯。背啦，你看咪穿咯。你係 on diet。我的大擺好，我 OK，美國就是食辣啦，美國對馬來西亞就食辣咧。10幾點鐘。我10幾點鐘清茶嘅時候啊。是咯，我本來想講，我明你去 California 嗰度講啊嘛，你除佬，你嚟除玩。
California many 啊，佢啊。Around Easter 是 before Easter。哎呀，唔知會哦，because 我 leave take 咗啊，我6個月少。But anyway，and then maybe look at California，有時候你咪入 visa 咧。哇 ，already 有，我咪係講，即係你代入頭。我咪你出 passport already 有10年 Australia 啊，唔10年美國嘅 visa 了。冇啦，冇了，我冇用掉。冇，你是講因為係新嘅總統嘅事。California 嘛。我後生時講，因為我哋唔知發生事，我想我呢就發生事，飛機票買了，我累出去了，到底要去？應該是買啦，應該是買咯，嗬。你講先上買個買咯。誒，我哋見人一行嘅時候，我未教時佢講，哎呀，日本地震啊！係啦，我未去又講啦，你真係地震，你俾飛機票唔係講啊啦，你我俾病嗰飛機票，你講咩？你俾啊，嗰邊亂啊，因為死嘅保密。我講緊人去一行，我自然那是那起行嘅咋。誒，我就亂你啦，特別我就亂你啊，我俾一飛機多，我就驚講。你咩啊？佢哋係咪數啊？哎呦，你一隻失望啊！你知係咪數？定到佢哋911嘅時候，9/11嘅時候，我就是掉佢一刀。我already未當要對馬來西亞嘅係時，你係時我講未談我 green card 個，係時我等了我 green card 嘅 application。然後我未當啊，好時啊，就係唔知2禮拜還是禮拜整，是啊9/11發生。哇！我去到，我就 cancel 我 trip，我老爺同我講。安尼物件捌發生過，所以你若是講你要出去，你有可能無通對來啊啦。所以我咪驚咯，所以我拖到要談了，我 green card 要談了嘛，差唔多。所以我等咯，等了 cancel 去我 trip，哇，突然啊，我梗係去到啊，我隻個人，我很時俾飛機單飛去紐約。唔要緊啦，佢哋物件都未發嘅啊。你講到啊，你若是出去啊，未接啊，就慘咯。Yeah, don't take the chance。所以我咪無咯，我飛去紐約還是2禮拜後我飛去紐約。New York City after 9/11，你拍啦，at least 都去8/11嘛。係咯，有我 because 我隻 rebellious 係個小人個，我冇夠我媽講啊，我其實我就因為我被打你被做我驚，我頭硬嘅去 New York City 嘅時候。我在你 off topic 啦，特別我在處理學生，即係大粒頭，處理學生。After 9/11 了，I think family 有事啊，下面啦 ，suddenly， 所以一堆是，要伊無談到對來。對。了伊research project 下面個了掉。下面國嘅人嘅人。馬來西亞啦。伊在 grad school 啊，特別伊下面個了掉，無談對來咯。OK。這邊就係人啊，到底 Google Plus 如果俾每個 Google Plus，OK 你昂，你先開你麥跟我講我啫。潘呀，你聽到我啊？潘呀，聽到。OK， 聽到啦。潘呀是新疆啦，你名。大狗。係咪？大狗。大咩狗？大隻狗。大誒，你內聲，你是唔是開那邊？你去看 live 啊？大狗是 surgeon 嚟嘅。大狗 ，OK， 叫你大狗。surgeon 聽到。大狗是 surgeon 咩？是啦，馬達頭嘛。馬達，sergeant 是 surgeon 冇想啦，聽個地。surgeon 是開刀。sergeant 是轉口，我叫開刀。轉口老管。surgeon 是開刀嘅嘛？你個等陣。surgeon 是轉口老管唔是啊？未校掉。轉口是 specialist 啊。講唔掉就叫我校。校掉都是先，校掉都是先。校掉不是人。伊是點來？伊是一點來。冇啦，轉口是 specialist。surgeon 是開刀嘅老公。撲起落海。我驚緊拔刀，我未。係咪大狗唔是背嘅動物啊？是，特別你按咗你講是。有人叫 sergeant 叫做大狗。大狗，sergeant 啊，sergeant 係個沙盤嘅。對邊呢是個大。按咗你看呢？我未記得要一個故事嘅。
要隻歌數嘅，咁你邊咧叫你？แล้วก็另外一間我唔會度膠，OK， 度膠咪好，度膠咧，度膠都做乜大啊？度膠冇啦，做頭毛。我做頭毛啊！誒，你度邊咧啊？邊咧啊？哇！一杯梅都一杯拖都做呢頭毛了。哇！把啲對嘅事你講啊？你講啊？唔得，你講你估。頂住事你度大家，你度大家。花臉啊，冇會嘛？花臉我會我唔知我度花臉嘅，花臉咪是多我就愛啖咯。花臉是仲領阿妹。嚇，仲領阿妹。不只去架頭毛去食垃圾，對件事。OK 啊，你把啲你忙拍攝啦，你。我做你食屎嘅無情沙。我未食一個。哦。我會爭一個未使情沙。未使。點做啊？冇，呢個另外一件事呢是住攞是咩？攞係咪鬼啊？另外一件哈，攞是住，攞是新椒哦。攞即後尾別有別誒。芭比多你啊？哈，芭比多，唔是芭比多，是一個咩？誒，走了。我走行。蘑菇啊！唔是蘑菇咩？唔知哦。啊！呢個大灣區嚟啊！我可能。誒，你是乜嘢？哦，唔知喎，係咧是你水龜鼻水。哦。龜鼻水出聲啫。Yes，講。龜鼻水就趣味，龜鼻水到底往去食藍嘅時教應，一個冇嚟叫啊！你看到我哦？龜鼻水。有啦。你看到我，佢冇走嚟叫啊！安尼會咩？你講？特別不要緊啦，有機會對啦喲。哎呦，我頭先唔知老作我一度。就是啦，你就是哎呦，不要講啊，唔敢挖過去啊！比你做人更加作個。唉，諗頭，唔係講嘅，等你諗聽到佢講。誒，係咪數？我都冇去 check 機。是講啊，我只祈求我只係極性。我只係極性。你講諗攰有啦，แล้ว一禮拜咁嘛，諗冇出嚟嘛，แล้ว佢又一門嘛，誒，阿老闆都冇講，別啦一邊啊，你這朋友佢，哎呀，傻啦，哎呀。啊，係啦，你不要來出誒，一邊啊，這朋友是，嗰陣時我把你個白誒，啊邊有佢那間有聽邊個學嘅呢？微爸爸啦。啊，你看到微爸爸？你有車牌？係啦。夜車牌啊？嚇，車牌是你冇嚟叫啊？車牌是。我冇拍電話。到卡超人。我唔知你等我啊，我 Facebook Live 嘛。我 Facebook Live，誒 OK 啦，就係集我哋啦。哎呦，死啦！特別咁嘅謝人啦，我叫自己留咗。OK，我等先，我俾講咧就是隻力講隻力。食 melatonin 咯。食 melatonin 你解釋啊？依個安怎？melatonin 是你係腦做嘅，你人平常嘅人啊，你若是做工日頭出是做工啊，未困嘅人啊，你俾我困嘅點聲，你係腦出來一個荷爾蒙是 melatonin。好你困嘅啦，啊，做好你會困，所以人上講啊，你若是 jet lag 嘅時啊，你用你家己嘅 melatonin，你食 melatonin，你會做成個你本地大條病嘅所在。所以做咧，我唔知有效啦，和我是講有效啦，特別和別人我唔知啦。哦，你即特別啊，真正嚟咯啊！啲美國啊，你會買 melatonin 去伊個藥房，你去藥房啊。真係幫伊呢，伊人參加伊個 vitamin 㗎了，你會買好病，你來英國啊？哎呦，成個你買阿片嘅你看啊，你冇買好多啊，你就買有蝦米啊，蝦米 prescription 個真係貴啊，我去 Walgreens 啊，你驚，這是你驚，大狗嘅驚，哦。哎呦，你看一邊哦，不然，哎呦，你冇困啊？你40日啦，
四種節。哦，哦，走啊！什麼啊？新加坡咩？冇，我看呢邊走冇邊。來聽 baby 嘛，嚟講。我看呢邊就。我睇冇上嗰邊。但係病夠驚上呢邊，大狗夠驚，超邊哦，超邊。就是怎麼就是 OK，就是你講下面啊，怪夾水啲，唔知係超邊怪邊水，還是裝講怎麼？我看見啊是攞裝講話。唔係國中咩？哦，是咩？somebody 講 something， 我啲講話。好 ，sorry， 你講下，你講未？冇啦，我是講嘢 melatonin。哦，對啦嚇，冇。特別啲美國伊朗白個伊個波要出餅嘅真正貴。OK，melatonin 是 only 好你食嘛，你阿妹未困嘅時食嘛對。一做好你白。我唔知是我唔只有個阿妹未困嘅，我是早起未打喊你哋愛讀書。我成日看咯，特別我只快啦，我只叻啊！Angela 啊，我對馬來西亞嘅時候，我真係用 adapt 嘅咋，特別對內比較時我肯靠 adapt 對。可能是對啦 ，because 你背去馬來西亞較西邊個。哦，所以你去西邊個贏啦，西邊個美國，所以你較西邊時你會接較長啲啦。你背嘅時，可能是一等嘅啦，特別你對起美國嘅時，可能是東你背較東嘅邊嘅，可能你點先冇去？哦，你點先冇去時啊？較坎坷。所以我暑假嘅可能就是我暑假教馬來西亞早起時教，แล้ว教美國阿妹時教，แล้ว我就是教時差唔多我阿妹呢，我對對厝啊，แล้ว阿妹對困個巴啦咪早起就較好一步上講，你就唔是講你困咧就 reset 咧，你就被規節咧。actually 我唔知是頂到是只快，當今較久，當今我被打痕了。我教 Apple 時我就被困了。我拜幾我算看，我就被我禮拜教，我拜一屆，拜二翕皮無法了，就逼掉，所以拜二兩節我就解決了。頂到我咩了？頂到我困一車就好誒。有人啊，阿未被困啊。啲人去坎坷了，比如我是暗公交啊，我那是暗暝無困，我無插嘅。是講我是有較早車咯，我來三一道，我成個差唔多4點半，然後我對啥車起來不正線嘅啦，我平時是冇嘅。是我清楚咧，特別我冇插，我困得對啊，困得對。未困啊，唔要緊嘅，插隻去做 iPad。去做超正，特別拍超正，咁會，冇，我成講你就是早起，我唔知咩事，我睇就是我頂到嘅時啊，特擺我對嚟比較一下，我點不到腰嘅咋，我只叻事。我點不到腰啊！我6點鐘我腰一刀，6點鐘腰一刀喲。然後特別一刀對嚟啊，唔知係咩事啊？反正我冇腰啊，冇 appetite 喎。然後冇 appetite 就冇，成講冇想食淡薄，然後冇咩食。然後我對佢本來gain 嘅 weight 嘅，然後對嚟冇佢啊，然後個。Oh good！嚇 ！Midlife crisis。midlife crisis 就一頭冇去啊！然後對了個唔知，然後呢我個唔是，我知啊，我係咪事冇好事？我是我巴多冇好事事，我巴多冇好事啊！嚇，變做成個做咗我冇 appetite 去啦。特別一刀你都冇撈曬嘛？我對嘛，你先冇撈曬，我對嚟 US 撈曬。哎呀！我 actually 冇講真正大撈曬啦，我是特別我巴多冇好事，我對嚟 US 嚇，我真正成個。我覺得冇好事啊，我會影響到我嘅 appetite 嘅了啦，所以我冇啦曬食啊，我食碗只淡薄你看，所以變咗沙布
無成個驚，我真係我 wait 㗎，gain wait 㗎啦 lose 嘅對啊。所以好難看，哎呦，對啊，是特別食蝦油，我知道。特別 actually 有可能我到馬來西亞 gain 嘅 weight 是我嘅嘥嘅 weight 嚟。所以我諗 because 馬來西亞食呢隻對嗰咋哦。啊。你特食呢隻對啊，隻嘥嘅。特別啊，馬來西亞係食啊，邊樣嘅食啊，冇做係咪食晒嘅啦 ？because 都燒㗎了，Egypt 去咯，成股㗎了。本啊。都冇咩啊，冇係咪食 Rafet 啫。我食呢隻對，咁有啦，即係你那是食咗隻菜啦，你那是真係食咗隻菜啦，但係你條啊，粿條啦、米啦、米粉啦，係你嗰啲是卡波嚟，嗰啲接起嚟成股嘅，一冇做 Rafet 啫。到對馬來西亞時，我教嘅冇人講馬來西亞人嘅 realize that 馬來西亞人嘅diet冇 fiber 冇夠 fiber。琴晚講，你去幫曬啊！一曬個冇人嚟大去啊！佢最講乜講？伊使治療食個腰會使啊！哦 ，actually 等我想下，冇，that means 啷隻物件，我隻物件冇成，我對馬來西亞話使只踢人版呢，只隻。你只個隻太少，我只對嘅數，哇，較少，我只菜啊，我只桂子只隻。tropical fruit， 跨係咪桂子 ？Dragon fruit 咯，dragon fruit 是話採林嘅嘢，硬食。哇！我冇試過食 dragon fruit。Jackie 為使咪你個硬料，我早去幫住。OK， 我早去幫到啲 office 時，我食 beets 啫 ，beets 叫做。嚇！你幫住咧，成個幫佢啊！嚇 ，beets 叫做咩啊 ？beets 福建話。又唔知啊。我唔了解。beetroot 嚟啦，beetroot 是。啊冇，我係 beetroot。講好話叫生地啊。我看這裡有冇？這裡赤。每阿龍 beets 叫咩啊？咱叫芫菜，我就唔知你咩嚟。熟地，咱使熟地，你就熟地湯。呢是真係啱嘅食嘅，了意食嘅款，了你本身係做湯嘅。即係外款啊！啊，就係外款，了你食了你係做成個去食。我就去對嚟時我幫住。即並冇啊！即並冇。冇嚇，我直頭妹，我妹話，我唔是我กับ Bruce 講。Oh my gosh, my pee is red because I had beets for lunch. You probably should have started by saying I had beets for lunch. Yeah, because 我條腰仔喎。真係普通嘅阿 John， 人我係平人，特別接來，有一個人啊，伊接來講，伊家驚住佢，伊接來辦公室講，哎呦，doctor，我幫佢啊，所以我看伊真係伊好嘅健康嘅人啊，所以我講給伊聽。你做咩食咩？然後我看到伊面啊，伊想到了，伊笑咧，伊講 sorry to waste your time， 快啲來，伊走啊！快啲來啦，走啊！走唔會啦。誒，等陣幫就是另外一隻話題啦，反正佢講 ，OK， 嗰個OK， 所以咧講到啲話點先，隻叻咯，別人講隻叻嘢，攞自己經驗。你講字條掛 jet lag 嚇，係咪阿涵 ？Simple plan 嚟掛 jet lag。我是啊，jet lag 安怎講啊？是講你咪講福建話。全部。背記單。嚇？背記停。唔是啦，背記木架。當時我點聲啦，辛苦。冇得叫時差嘛？時差未啱咯。時差是 time difference 啊。time difference 啫。你 time zone 呢？時區咯，應該是啦。即係講有你咪叫我自己講出嚟，你做咩事？咱福建啊，咱唔是講自己講出嚟，未使自己講，咱咪對。咱本來福建是咱嘅嘛，所以咱若是講咱是有使有理由嚟講。背記時差。冇啦，咩背記嘅？咩啊？咩背記？背記咩？直轉我是。誒，直轉嘛啦，誒，直轉版。Sorry， 當今日搭架車本 A 啊。大家好。哇，豆嘅嚟啊！
大家歡迎。Hello，大家真久冇聽到你聲。小人話。拉塞小人路，拉塞乜看到你，聽到你聲是就是看到你到底在我到底你做啥事在一起上班。是咯。嗱，大粒股不啦？大粒股。大粒股，我唔是股 ，OK。你當咩 restaurant 嘅水嘅？啊？你水嘅。Old Town。哦。Old Town 是嗰邊店嘅嚇？High class 嗰邊店。啊，是啦。好啦。我唔係去過啦。但係 next trip 我冇去過 Old Town 是到啲 Queens Bay 樓卡一陣啫，我實冇去過。Old Town 是連個 B 嘅嘛？你唔知睇叫布羅迪啊，睇食咖喱麵睇你啊。哎呀，比較錢一貴嘢啊！我唔多嘅有。呢個價有貴嘢啊！哇！你看幾錢？看你幾錢？湯女一粒嘅嘞。來看羅迪哈。41塊。冇啦，7塊8年啦。我所看到21，我21塊。7塊8，這裡7塊8，外口食掉maybe是個4塊呢。4塊半。Around that 啦。Because 佢哋 aircon 呢，佢哋學 aircon 呢，佢哋學出水。service charge GST 咯。個 gusted 呢？gusted。你小販有收 GST 冇啊？冇，伊成呢寫。等陣我配講 GST 啫，杜蘭。GST 你就話 claim GST 幾類哦？幾類？咩19 ringgit 19。我俾只我俾我嚟到物件個了嗬，我 backpack 係咪個了？嗰啲清特別。嗰條清咁樣講嘅時候就好驚啦，清之後就情況咧，特別可無攤 claim 喎，對數，你一點無樣無做咧，無樣無 report to the system 所以我未，所以我特別，哎呀，我只伊 step 只。我險無攤啊，險19塊無攤嘢都對嘅，你真係咩事？人哋我講我買衫啊 ，because 我未記一點咩啊，布迪尼嘅啊，布迪尼會買個，你就買貴唔知400塊啊，然後300塊俾佢，然後我買400幾塊嘅衫，然後是我到 because 我冇件衫對啊，都條命俾嘅了，400幾塊嘅衫，到底係邊時布迪尼要做好咯，然後我就去個飛機店嘅時候，我講下我買衫可以 receipt 咪講。你 good 啫，你俾物件你我講我 back 到啲位 luggage 要 check in 了。你講 actually 你特別好人看你俾嘅衫了，忘記晒好你嘅。แล้ว我講唔係我可以 check in 咧喎，講唔要緊啦，唔要緊，我知道唔要緊8刀你講講。แล้ว險冇攤繳我19塊啊，19塊我攤借你米3刀就，你都佢落地3刀啊。就學嘅面。我覺得有我特別。我特別係咪啊？嗬，食啊嗬，確定計落啊！不得有我特別去燙，我看到你燙女啊，我不去燙女啊，你。我點先啊？你當然唔是我點先，我哋啲話topic嘅。咱不當咱一 topic 是講話 topic。不當咱係 free form 嘅啊 ，free topic 係咪會使講係 ？OK， 阿 John 我哋問你 ，Lucas suka lengthy 是。fallback 還是 Lucas suka Of course fallback 啦 ，bring forward。fallback because 我睇嘅困點清。哎呀，特別我係點清我拍生嘅，我特別成功啦。stay up 啊，because 因為我都知啊，我是暗口罩啦，特別我若是知啊，有加住你一點清啊，我去做嘅無去食物件咧，我看一點先啊，哎呦，差唔多2點了。我一點清無了。等 OK， 你咪講成點先話是唔是啱咪2點嘅先話？特別是key spring forward 是12點變做1點。哦。fallback 是2點變做1點。
哦，我唔知講我人嘅時呢，可能比較時呢啊。你係處有伊個，你係處有伊個 radio control 嚟是正無？哦，冇。啊，真奇怪啊 ！Atomic clock ！Atomic clock，你若是等啊，到加一點聲嘅時候，你做怪啊！一個奇怪啊！哎呦，真奇怪！誒，我看你就攞咱嘅 phone 就咯。哦，我唔捌看，一個奇怪啊！嚇，我依個幾點啊？都換咗1點嘅啦咯。哈。阿 John，next topic 是咩？幾？我係去練場啊。幾啊個有另外一個是係咪啊 ？racism 巴西人，แล้ว個後尾一個是係咪啊？後尾一個棒球，後尾是棒球。哎呀，棒球我愛啦，都唔會嚟。你特快地夠啦。幾點啊？後尾一個啊？3點。你係咪啊？你亂整。棒球是最驚嘅。棒球定住攞啲講就 something 嘅事，講起嘅講唔得落棍球什麼事，有時講起啊講誒棒球真係正面嘅講，冇人所就會講。哦，真係正面嘅。棒球哇，我真係是個棒球嘅。係咪咁配？寬棒啊，本嚟就係講條棒球啊，你嗱啲棒入邊啊，你係去袋率啊，你袋率你扣落去你未棒嘅，你就你騎了本未棒嘅。但是講你啲做棒時，你棒球就是解啊，你而且你頭本揼嘢啊。我知啦，咁配就揼咪先咧。夾夾啊！差背嗰邊騎一邊行你人喺你刷包啊，人炸你海係你海邊嚟搶走你頭啊！我這邊聽到嘅哈。啊！差背嗰度行到啲邊啊，佢夾掉冇一唔追嘛。然後差背啊，特咩？拍起買起擺你刷包。亂啊，亂講我。我俾問阿妹困嘅時，你啲困大時起來，白起來行，其實幾時還沒來？你叫還沒學見吧？網友。網友。好啊，他們每日攏學嘅就係啊，嗱，sleepwalking 下面是困，當然冇佢哋字。sleepwalking 冇啊 ？sleepwalking 冇。我下面起來行咯，我講下面起來行。OK，我咪講，嗱我多啲學時啊，我有一個人啊，伊查時，伊困嘅時，伊會白起來行嘅。所以後來點先，我係中國，我係二哥是做人嘅 prefect 啦。所以伊知即係是香港嘅，即係香港嘅學生嚟。所以伊人巴如對學時啊，開學時，伊就是時差咯。jet lag 咯，所以嚇，แล้ว阿妹是伊白起來行，我係覺真係歹勢咩啊！伊看伊出去啊，去伊個走坡，去踢 football 嘅走坡啊，放曉兵啊！伊車起來就起時條車驚啊，人哋呢個 goalpost 兵啊！你要困到對哦，要困到對頭卡。伊看伊出。แล้วอีโจฮีโตที่อีเช้าที่อีโจเสเตลเป็นปังฮิตอยู่เป็น係屎咯！อีแช่起來是物條車驚咯，冇就畫面。啊，破打，這 therapy for many years。叫你高興嘅表。我係過㗎啦，伊人真係歹勢咩人？伊人冇呢人個真係忝。交嘅，好佳在我冇談Swirly啊，真係Swirly你唔知？Swirly係咩？Swirly你唔知啊？你是邊個人？你唔知Swirly？唔知。Swirly 是啊，看老嘅，你係啊，看老嘅學生嘅叻路啊，下路邊ที่那邊一砧板，แล้ว搶追啊，一綁一追。哎呦，直啊哦！啊，佢呢是叫Swirly。Oh my god！ 直啊哦！啊，嚟講到對，我差唔多要笑打，我俾上環浪嘅特別嘅邊叫只隻人數，所以我都會慢慢一個時候到啲多邊叫去金配，感謝。感謝。了這是咩啊？這查某婆啊？是啊，咁水啲，誒是。Felicia 是咩？langsa
冇人殺掉，冇人殺，แล้วก็อาหาร咯，ข้าวเหนียว咯，豆嘅咯，拜拜。大狗，英國中美台北，美台北都冇出聲，แล้วก็但嘛日本囝，個一轉啊走去嘅，冠水關到 Skype，แล้วก็有大粒頭 Skype 入邊。baru join ya tama แล้วก็另外一 channel Skype 冇啊แล้วอันนี้咯แล้ว即個就住อันนี้看了แล้ว確定嘅時候接落嚟另外一錄音是錄個對嚟尋晚啊今時各位聽眾本來福建嘅聽眾收聽你頂一禮拜落9點鐘嘅時上等啊即禮拜唔使落上久啊今時我不拖同冇要今時各位聽眾我咪記住唔記啦禮拜再見拜拜拜拜。